中华鹿港呢，较早为着要来定刷，所以伫个港口有刻一个号做阿弥陀的石碑。这民众呢，嘛会伫旧历7月25来普渡。后来这个传统呢是愈来愈稀微。这几冬受地方的人士呼吁来恢复风俗，希望透过一冬一摆的普渡，互民众会当明白过去的历史。 大家无闲准备普渡祭品，要来祭拜这块刻佛号的石碑阿弥陀。中华鹿港的大有街附近，过去是旧港口的码头区，常在发生工人甲民众跋落水的意外。人民伫岸边徛石碑顶刷，嘛会伫旧历7月25这日普渡。地方文书工作者表示，早年普渡办甲真盛大，但是因为地景甲人口结构的改变，这个传统渐渐稀微去。大约啊，伫民国70年代的时阵吼，因为这个港口墘开始起反厝，码头区的一个全部的分裂拢无去啊。 佮加上这边的一寡老文呢，伊已经100余年了啊，吼，所以讲来拜就愈来愈少，愈来愈少。为着卖互阿弥陀的历史消息，这几年附近的店头甲住户开始烧烧传拜拜，有3000蔬果，佮有普渡第一位硬菜汤，代表无心留好兄弟的意思。嘛有真罕的看到用零眼壳做的碗箸甲米拿扁担。我家姐即马就是讲，互因做猪用啦。 啊，这来讲就是要做便当。咱等于讲鹿港人来讲，有食过有了，你食无了的，当搁打转去。地方的耆老就甲阮介绍讲啊，这个碑的由来，农历7月25拢有咧普渡。啊，所以啊，阮伫在地，阮的这店家就发起吼啊来食。文书工作者指出，这块阿弥陀石碑尚无有200年的历史，是见证鹿港溪河道变化、码头牧业发展的重要资料，嘛是鹿港7月轮坡信仰文化展现。 希望透过一年一摆的普渡，互民众明白过去鹿港码头区的历史，嘛互地方的普渡风俗继续传落去。记者杨淑静，中华报道。